阿根廷 Tango 教父皮亚佐拉的自由 Tango， 华丽颓唐的乐音流泻，大提琴家陈建安诠释自成一格。可是我一直觉得，与其用那种悲壮的心痛，其实是带一种希望，所以我的悲歌里面还带了一种欢喜的成分存在。所以咖啡是我当拉那个曲的时候，我又会想到说喝咖啡的那种过程。拿食物来比喻，古典乐章的距离感瞬间消逝，音乐是自然而生，无需矫饰。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，可能又恢复到怎么样可以恢复到好像小时候的自然啊，这个是一个挑战性的。瞬间理解他和皮亚佐拉的共鸣。Tango 之父要抛却出身底层自卑的窠臼，而7岁就在蒋中正前总统面前演出被称为天才儿童的陈建安，急于摆脱光环。你会觉得有些事情过了就过了。对，昨天的事情呢，我就当作是一个过程而已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还能享受教学乡长的刺激，有源源不绝的动力。所以我从他们的声音中，虽然是好像是我在教他们，可是我一样能够吸收到一些我某些丧失的一些记忆。哇，你们都真好糖，音乐真好听。奶红体。哇，老师说你喜欢，我高兴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跟大家分享音乐最大的快乐。没错。几十年的音乐路，最重要的在于内心。陈老师一直告诉大家，还珠于单纯，而且要乐在生活，这是他希望传递给学生的，这条路才会走得可长可久。音乐真好听，唔介意挨风气。音乐真好听，唔介意挨风气。